美國總統特朗普喺2025年4月2號簽署行政命令，以國家安全受脅為由，向所有國家加徵10%關稅。咁喺眼前見到咧，呢個就係白宮所發嘅新聞稿。咁重點咧，我已經幫大家去 summarize 咗噶啦。咁而家咧就睇睇呢個畫面。嗱，第一樣嘢即刻生效嘅措施係咩呢？4月5號開始，對全球嘅所有國家輸美嘅貨品一律加10%關稅。咁4月9號開始咧，對貿易逆差大嘅國家再加對等懲罰性關稅。咁有咩豁免清單呢？嗱，包括呢啲半導體、銅材、藥品、木材等等嘅戰略物資。咁中間咧都有啲特別安排嘅，譬如話對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啦，對於符合美墨加協議嘅貨品繼續免稅。咁有芬太尼相關嘅管制咧，維持25%高關稅。咁點解要加稅呢？嗱，第一樣嘢，美國2024年貿易即係貨品貿易逆差破咗紀錄啊，到達咗1.2萬億美金㗎啦，已經係。咁咧佢就聲稱中國等國被指呢操控匯率、徵收不公平嘅呢個增值稅。跟住咧製造業咧，美國嘅佔全球比例由2001年嘅28%暴跌到我哋2023年17.4%。咁就針對嘅目標係咩咧？嗱，第一樣嘢有汽車嘅關稅啦，歐盟咧就係10%嘅。咁反而咧美國咧淨係收2.5%嘅啫。咁食米嘅關稅咧都係印度咧就收成80%嘅，美國咧就只係收2.7%。咁蘋果嘅關稅咧，土耳其收60%，但係美國咧係0%嘅。咁特朗普有咩金句咧？喺呢次嘅事件上面，就係第一樣嘢，進入美國市場係一個特權，而唔係一個權利嚟嘅。要各國遵守呢個黃金法則，點樣對你就點樣對翻佢。咁預期嘅效果咧，就美國聲稱收10%全球嘅關稅可以第一創造280萬個職位，第二帶動7000幾億美金嘅經濟增長，同埋提升家庭收入差唔多6%。咁呢一次咧係特朗普第二次咧用1977年嘅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，簡稱 IEEPA， 繞過國會推行呢個貿易政策。呢個被指為美國優先2.0嘅升級版嚟嘅。咁對於我哋電商嚟講咧，最緊要嘅就係 Donald Trump 話取消任何中國貨品800蚊美金貨值嘅一個免稅嘅措施啊。咁呢個都係一個長篇大論嘅嘢啦。咁我都有個 summary 俾大家嘅。嗱，拆解呢個重點咧就係話咩咧？咁道瓊斯工業指數今日最新收市係暴跌咗差唔多1700點。咁差唔多4%啊。咁顯示咧呢個全世界嘅股民對於美國政府呢個措施咧非常之擔憂啊。咁有啲人直情係擔心咧呢個經濟衰退會來臨。咁喺白宮網站咧已經係上載咗 Donald Trump 關於呢個800蚊美金優惠取消嗰個 policy 噶啦。咁為咗慳翻大家時間咧，我都有個 summary 俾大家嘅。咁喺呢個畫面嗰度咧，我哋去睇下啦。嗱，新政策重點拆解。第一，如果係非郵政渠道，好似速遞或者空運咁樣，所有800蚊美金以下嘅中國或者香港貨冇得免稅，入口商全部都要跟足正常嘅報關同埋交稅程序，1蚊稅都走唔甩噶啦。咁第二，如果用郵政渠道寄貨嘅，譬如話用 USPS 或者國際郵包嘅話，800蚊美金或以下嘅郵包咧，一律要收30% 關稅，或者每件貨品要收25蚊美金手續費。咁喺2022年6月1號之後咧，就要加到50蚊美金添。咁呢一筆錢咧就會直接取代之前嘅稅項，唔使再計其他雜費嘅。咁而家係一啲 drop shipping 或者代發貨嘅商人咧，而家就好頭痛噶啦，因為今次咧一刀切取消咗呢個叫做 T86 免稅條款咧，肯定影響中國直送美國嘅一啲 drop shipping 同埋一啲小型電商噶啦。咁以後咧，我哋一定會見到啦，運費肯定會加噶啦。咁到底咧稅項可以轉介俾呢個買家咧，定係咧我哋商家要自己去承受咧？咁呢個轉頭會講。嗱，第二，送貨時間一定會拖長咗噶啦，因為快遞公司咧要同海關搞報關，咁夾文件嘅，咁同埋郵政包裹咧可能隨時被扣關啦，咁我哋要正式咧報稅先至放行嘅。咁而家傳聞緊啦，由澳門寄出嘅貨品咧都要跟行呢套噶啦。咁我哋係最新應對，有咩方法咧？嗱，4月10號，我哋喺呢個 MES 嘅 WhatsApp 嗰個 channel 嘅群組裏邊咧，我哋會分享點樣喺關稅嘅新制之下保住成本。咁大家咧記住掃一掃熒光幕上面一個 QR code 入去 WhatsApp 呢個 MES 嘅 channel 群組，咁我哋可以一齊諗計去突圍嘅。咁連結咧我都會擺喺 YouTube 簡介嗰度嘅，方便大家。
如果大家中意我條片嘅話，歡迎大家撳個 like 或者 share 或者撳鐘仔，咁下次有新片嗰陣時咧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